起来了，怎倒伫这个房间遮了会哦，古早伊去留啊，因为迄阵伊含这个高更有冤家过，啊高更吼看到伊讲哦，啊等下伊咧挂耳啊，啊伫迄个时阵咧心理学吼，讲若查甫的耳啊代表迄个 penis 啦，迄个生殖器，啊所以高更会惊哦，啊伊今仔挂，因暗挂伊的耳啊，明仔载敢挂我的遮呢啦吼，啊怎高更怎迄暗怎爆发款款的紧酸安尼吼。啊，变一个走个大溪地，当然毋是一个造野的，不要伊就怎走去啊？佮开创一个另外一个人讲叫做野兽派、野兽派迄种的啦吼。啊，我因为做这动作了，大家就开始感觉讲你要去带精神病院 ，OK？ 吼，啊，这就是伊耳啊挂掉了，伊家己画的图啦，吼。啊，你讲啊，这应该是正耳啊，这个倒耳，吼。我因为是照镜翕的，所以照镜翕都看个都吼，这是倒耳，啊，所以翕个安。啊，你看后壁吼，共款有这个附属衫。啊，共款有这艺伎，吼，因为伊就为了迄个 Rachel 挂耳啊，啊，伊目睭伊家己甲画做绿色的，吼，伊都爱欢喜安那画就安那画，吼，啊，伊挂耳啊了，吼，伊怎叫用送来即间病院啦？其实你若有去迄个普罗旺斯遐，吼，可能会入去遮，吼，这入去是安尼，吼，啊，伊送入去遮住院啦，啊，伊伫住院是为了画即张，吼，啊，即摆看其实若共迄个角度起来，差不多是安尼啦，吼，差不多即摆是抑个伫，啊，伊只是伊伫内底画图，吼，啊，你也看吼，迄阵抑个无介严重诶。所以伊大即间吼，其实是用布围起来，啊你哦，啊这有这修路的照顾。尾较严重的是，伊大是一间一间，佮有铁笼啊，安尼围起来的所在啊，吼。啊这是尾啊，伊遐了大了，伊个换一间病院吼，啊迄间病院吼，迄个时伊较严重，所以你看吼，迄阵诶，其实咱若看这图，即马精神科较少看到这啊。古早毋知讲一个人是啥物原因精神破病啦，毋过古早伫虚念的时阵。感觉人就是 fluid 吼，就是水吼形成的吼，所以什么火啦吼，啊什么黏液啦吼，啊什么胆汁啊，就是咱身躯就是拢水影响啊，所以就是讲你有精神病吼，表示你这循环无好啦，吼啊所以循环无好吼，就是互患者规只安尼一直行吼，安尼看循环会较好无？吼啊，为讲安尼行伤慢，讲好啊无较紧呢，啊所以有个一种医啊吼。迄椅啊坐伫顶悬，你看咱即马迄个吼，敢若存即个椅啊呢吼，啊坐安尼一直摇安尼，一直摇左3000右3000安尼一直摇安尼吼，啊摇到安尼回安尼出来，你讲看恁脑会较通无安尼吼，啊有诶佫用水疗啦吼，用水疗就用水吼，是讲啊你这可能脑啊水无通吼，啊佫用水强安尼吼，我等下讲舒曼迄阵上流行诶治疗叫做放血啦，啊舒曼是我那有精神诶问题，所以吼头脑甲拍一空啊吼。就讲放血放脑的血，叫放一个吼，因为一空吼，迄个白菌吼，细菌佮走入去，怎尾啊怎规个变痴呆吼，迄就是拢共阮即个观念出来吼。啊，阵伊若病压起来吼，你看伊这你规个就看袂到迄个直线吼，这是伊大迄间精神病院，即摆还佫伫咧啊，吼，即摆佫伫咧，啊，伊是即种话过来听，啊，这伊是讲伫迄精神病房内底吼，啊，伊从人迄个办法来甲画吼，规个拢安尼 QQ 吼，即种就完全。哦，这张其实是伊住伫精神病院的暗时内底吼，啊伊看到这个半暝困起来啊，困袂去啊，看到外口迄青变做大粒啊，月亮变安尼吼，啊伊想到伊伫北欧的厝，伫荷兰的厝，迄阵伊是伫法国的，伊是伫南欧，啊像北欧的厝啊，所以围起来吼，会有这个哥德式的这个物件咧吼，其实这种完全是伊想象的话，毋是真，毋过你这种你就完全看袂到一条直线吼，其实伊包括这个你要看，伊手啊拢无法度画甲足直的吼。规个就是构图拢规拢吼拢啊，这张其实伫遮啦吼，这张即嘛是伫迄个纽约啦，迄个现代迄个 MoMA 吼，迄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迄个所在吼，啊，这大家拢咧翕啦吼，这会当翕的，啊边仔就是因迄个捌字的，迄个高更画，这野兽派吼，迄大溪地伊拢爱即个吼，其实高更迄人我那得着梅毒，啊，迄人吼伊是迄叫做一个 paraphilia， 伊有迄恋童症啊，吼，伊尾啊出来。离婚了出来，大概上济岁吼是15岁，虽然拢比迄15岁较少年安尼吼。伊去啊，我那哦啊，这帮我那是有换骨画吼，拢以前破病了画迄度吼。啊，过来伊伫这个哦，歹势这张发迄个吼。啊，我来讲伊最后的迄个1890年吼，伊伫1890年的时，伫这时阵，迄阵伊开始咧画这张麦田乌鸦。啊，迄个时阵伊开始就感觉人要甲害吼，伊讲人要甲害啊，所以吼伊拢定来炸一支枪来保护伊家己。伊开始有妄想啊，尼。吼，伊去警察，伊惊人甲害啊！吼，啊，若去画图，伊就拢会足惊安尼画。啊，我一般啊有人无安尼，拢会感觉安尼吼。啊，佮伫迄个时阵，因弟弟已经结婚啊，所以伊感觉讲，
伊活咧吼，造成因弟弟的负担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伫这状况下，伊伫1890年的7月2日吼，伊穿对巴肚拍一枪。啊，迄个时阵已经搬转来巴黎较北边的所在吼。啊，因弟弟看到伊，人家甲弟弟讲，恁哥哥吼已经自杀了哦。啊，伊走来才看伊的时候，迄个Van Gogh伊讲伊无爱治疗，啊，所以怎死伫因弟弟的这个怀中吼。啊，伊的自杀对因弟弟来讲足大的影响，所以因弟弟吼过1年了，因弟弟往哪死吼。啊，所以有人就是讲，迄伤过油温吼。会影响着咱人的这个身躯的这个系统安尼吼，怎啊死伫遮吼，怎啊，所以尾啊因两个死去，啊死去了，因这个弟弟因弟夫啊吼，甲因两个带做伙吼，啊因为范古伊所画足侪图，伊拢互因弟弟，因弟弟拢卖无出去啦，因弟弟咧卖图的，因弟弟卖无出去，啊所以尾遐图全拢留咧，留足侪啊，啊留足侪了，因这弟弟的囡仔，原来叫做 Vincent Van Gogh， 伊怎将遮所有的图，怎啊捐互荷兰的政府。伫阿姆斯特丹吼，有一个叫做 Vincent Van Gogh Museum， 迄个管的迄个人，就是伊的弟仔吼，叫做 Vincent Van Gogh， 啊，画的人嘛叫做 Vincent Van Gogh， 伊这是一个吼，一个迄对吼。啊，这幅就是伊最后的一幅图，咱拄仔咧讲吼，啊，这幅图其实你若甲看吼，伊到尾啊遮吼，迄阵已经精神已经无落集中啊，所以伊到尾啊遮咧画的时吼。伊遮咧画时，伊是规罐的原料吼，用钉安尼，怎直接钉落去啊啦，吼，所以伊死去了，人咧搬物件时吼，毋知死一两当了，人咧搬时，佮感觉讲懵下佮软安尼吼。啊，你看这幅图吼，这幅图，人咧讲伊即个画，即个三条路，即个吼，即个色敢若是灰色啦，吼。啊，伊即个或者吼，这麦田的乌鸦，即个乌鸦比较飞出来吼，其实遮就是伊即马，那即个图，即个所在遮。这就是蒙阿波啦，所以伊蒙阿波感觉有这乌鸦飞出来，感觉是咧叫伊讲啊，来啊，安尼吼，哦，这幅图是伊最后一幅吼，伫遮啦，伫遮吼，这是伫咧法国的北边的，巴黎的坐车就差不多会到的所在，叫做奥的所在吼。啊，其实你若看遮吼，伊即马待伫遮，所以就是这乌鸦就遮飞出来安尼对啊，吼。所以伊即路，所以你讲，即路我看讲啊，嘛无即色的，啊，伊就欢喜啥物色，就要画啥物色，伊就甲画做即色安就对啊，吼，所以画做敢若灰色安尼，吼，或者伊画，所以伊拢甲徛一个摆喺伫遮啦，吼，啊，即幅就放伫遮，即就是迄 Vincent Van Gogh 名人伫阿姆斯特丹，吼，啊，甲大家报告，即幅吼真正偷翕的啦，迄模嘛，迄是会当翕上你莫有迄个闪光灯的，啊，即讲袂使啦，我想讲Q 处理我来到遮，我就是要翕一张，我等下上课要用。啊！大家看，哦，这帮嘛真大帮诶，吼！要死啊！佮画这帮遮大帮安尼，吼，佮徛伫遐画安尼，这毋是，所以伊是徛伫这个所在画迄幅图，啊，佮伫遐自杀诶吼。你也想讲，若要自杀啦，佮会当安尼画甲安尼吼，画甲规包要出来，甲开一枪，其实迄完啦。啊，伊其实吼，伊画图技术足好，我是要画迄个油画啦，每你也要画，你咱要画一帮无画啊，吼，哎，慢慢画，其实伊画足紧诶，伊诶速度已经足紧诶安尼，吼。啊，这尾啊，伊就吼，伊这个就我拄讲，迄个蒙阿波怎就是伫遮啦，吼，伊就带伫这个吼，这伊 Vincent Van Gogh， 这1890年，啊，这弟弟叫做西奥，吼，1891，再差一年，因两个拄啊，吼，过两年就死两个白社会安尼，吼，啊，这阮三个啦，吼，大家看者，吼，我看者伊的，吼，伊的 fans， 伊迄落吼，无去啊，甲咪迄一个所挡会掉，系啊，吼，啊，这就是吼。这就是伊其实是咱这个画图家内底有两个人吼，特别画自画像画特别济，一个就是林布朗吼。林布朗伊是对伊少年的时10几岁一直画到伊60几岁安尼吼。啊，Van Gogh伊是吼对伊精神正常吼，一直画到伊精神安尼吼出代志，所以伊若有破病超了，另外伊关遐伫遮嘛，所以。按这边开始的这边差不多就是你啊看，就是伊吼精神开始有无好的所在吼，伊个这张拢规拢已经拢扣伊安尼吼，啊所以这就是吼这个啊，所以伊其实伊啥物病？第一伊有梅毒，所以这梅毒可能走来到脑，所以当伊开始咧怪的时吼，伊咧画图的时呢，伊可以将迄原料佮啉落去，啊原料佮啉落去吼，因为迄个影响脑神经，所以可能含伊尾啊这画图有关系啦吼。啊，当然，伊个有敢若精神分裂症，会到人要甲害。啊，伊有当时啊，个会敢若双极症安尼，好安尼足讲的安尼，吼安尼，敢若一直画图，一直画拢毋困。啊，所以其实伊目前为止无法度确定讲伊是啥物症头。毋过，吼，毋过就是讲伊会得到梅毒是含伊海压力有关系。
啊，伊的镜头来讲，摇脑的问题，也有精神的问题，所以伊其实什么病拢有就对了啦。吼，简单讲是啥物？啊，所以伊会当做一个，算讲，若要介绍这精神药来，伊是算一个真好的一个 sample 吼。啊，所以大部分吼，咱若咧讲啊，到底我拄讲动静的原因，大概什么原因啦？吼，那阮精神科开讲 biopsychosocial 啦，吼，就是讲生物性的原因、心理的原因、佮环境的原因，简单讲就是安尼，吼。啊，所以。啊，若照即摆咧讲，你讲啊，现在一个人会得到精神病，若莫讲梅毒即类的，咱即摆咧看，一般来讲 schizophrenia 吼，即摆该做讲思觉失调症啦，吼。啊，咱讲躁郁症即摆无听咱讲bipolar，就是叫做双极症吼，相近安尼吼。吼，啊，这一般来讲就是讲，对细汉的时可能有伊的体质症吼、基因吼症，啊，佮伊有环境吼，啊，佮来开始即两个影响着伊的神经的即个发展，啊，到尾啊脑。的功能出问题，吼，啊，脑的功能出问题，啊，佮伊化学的变化，啊，最后伊出现即个双极症还是 schizophrenia 的现象，吼，一般啦简单的一个原理就是讲，吼，有即足侪原因，毋是讲干单一一个原因。毋过你若甲看吼，袂讲啊，因为靠袂调心态，怎啊精神病发作，嘿，一般是袂啦，吼，即种会较严重的即个病，一定是和伊的体质有关系，所以食药啊效果其实会较好，吼，所以即种若有即种的患者。我咱较鼓励讲，伊会当用药物来治疗，啊，当然上好是佮有一寡精神的复健，还是讲个人来陪伴伊安尼，这病较好势吼。好，啊，即摆来讲，即个较典型的即个叫做双向吼，叫 bipolar disorder 吼，咱台湾话讲桃花笑啦吼。啊，伊讲桃花笑的原因就是讲，因为桃花开差不多3-4月，啊，桃花呢开会足水的。啊，所以若得了即个病的人吼，一般就会爱争啦，啊爱讲话啦，吼，安尼人讲安尼三八叮咚，吼，啊好气可好个安尼足乖安尼就对啊，吼。啊，所以即个吼，我画这图的意思是安尼，吼，这出应该是有人有看过这电影啦，吼，这电影吼，哎啊，这差了3-4年前的电影，啊，这躁郁症吼，双极症的意思是讲，这红色是走了，伊敢若风台压起来，啊压起来伊会好去，吼，啊好去了，可能会变成忧郁。吼，啊，佮过一2个月，会佮举起，啊，即摆若讲无治疗好势吼，即两边好的时间会愈来愈低，吼，啊，所以伊若好起来，伊就完全好到敢若正常的共款，啊，阮若举起是佮足严重安尼，吼，啊，所以一般咧治疗即个药啊，吼，一般就是讲，互伊即个好的时间留较久咧，安尼就对啊，吼，啊，即摆咧用的药就是大概这个理性啦，这就是咱讲迄手机的锂盐电子就是这，啊，有即个会当简单讲会当稳定咱脑的这个神经安尼，啊，所以让预防一个发作起来，吼，啊，佮一寡咧食阳性的药啊，我有当帮忙，吼，这大概这个双极症，啊，这双极症吼，其实我有做者新闻的啦，这是我有一遍伫迄，阮帮伊有另外一间病院叫做万丰病院，伫迄目屎遐啦，去带我看门诊啦，啊，我看门诊看到一半讲甲我急诊讲出数较紧的，因为我去看的原因是因为因迄个。其他的医生吼，伊拢咧开迄个学术会啊，所以文诊就我讲安尼咧吼。啊，讲急我讲急诊一个紧去看咧，讲去咧讲去互师啊加着啦。我讲哈，去互师加着，讲师啊，讲哇，伫台北市去互师，你我伫非洲听着讲去互师啊加着，讲伫台北市听着去互师啊加着，拄第一遍听着啦吼啊，叫我走去，哇，迄师啊加一空安尼一大空安尼吼，一支规拢看着吼。啊，尾后就当看抢13回安尼，好，啊，咱即摆来讲一个较典型的即个。有迄个躁郁现象的这个人吼，今晚要来讲的是，是舒曼啦吼。啊，这个舒曼吼，我先我大概讲吼，这阿拉伯数字这吼，这就是舒曼伊迄个做曲吼的编号的对啊。所以你人发现讲，伫这个1840年吼，伊一年这济伊普通是伊平均的量差了3首就足歹对啊。伊这安尼足济，啊，个今年拢无啦啊，即摆到尾啊，这几年哇，安尼一大堆啦，啊，个后壁就无啊，后壁伊总死伫即个精神病院，啊，伊大概是安尼，伊其实伊细汉就，伊细汉对音乐就足趣味的，毋过因爸甲讲你这学音乐无前途，叫伊去读即个法律就对啊，啊，去读法律啦，伊去莱比锡读法律，啊，读法律的时候伊就叛逆拢走去，安尼含咩查某啦，啥物货，所以伊伫迄个时阵，原来去喂着即个梅毒就对啊，啊，伊咧读大学的时，伊去找伊的老师学钢琴啦。啊，学钢琴的时，这是钢琴老师的查某囝，叫做克拉拉。一般克拉拉是克拉拉16岁，咱两个熟识啊。啊，熟识了尾啊，伊是即个1840年的时啦，伊堪伊结婚，啊结婚是当然欢喜，啊欢喜就蹦就冲起来啊。
哦，我中意迄年就安尼一直做吼。啊，结果结婚了无偌久了，开始即马庆忌拍了啊吼，手就落个，所以现在迄个双极症会晓照个愈吼，一般就是讲，迄个时阵的能量用一个伤者啊，怎啊落落来安尼，啊落个了吼，开始有这镜头，吼，在什么巨高啦，什么有诶无安尼，变成讲因太太爱陪，伊完全拢无落足球哦，吼，迄个变成伊又活了起来啊，吼，又来了呢，吼，这段是伊一直走的时阵，伊感觉讲，吼，别人。伊家己嘛做断琴的啦，伊讲啊，恁这吼用10支镜头啊断，我较牛，我9支就会使啊。所以伊家己发明一种物件吼，将一支镜头啊，倒手的镜头啊吊伫天棚，伊用9支镜头要断人一般10个就对啊，吼。因为吊久了吼，这支怎啊歹啦？吼，所以伊尾仔怎无落断，伊怎做曲？有人是讲因为伊梅毒去影响人家做一支歹，都毋过伊家己有做一支咧吊咧，伫咧连怎断歹去就对啊，吼。所以伊尾仔吼。你看伊手拢会去藏起来，就是伊要用看到伊支手了对啊，伊敢若从倒手起来，伊正手拢藏起来啦，吼，伊就安尼吼。好，即摆过来，有一段时间了开始就去绷起来，吼，绷起来了，吼，这段伊家己讲是上丰收的时阵，吼，这段吼，伊不但敢若做曲以外，伊伫这个曲吼，佫会写诗啦，而且就是讲吼，伊这个舒曼吼是讲伊是浪漫时期的人，不过舒曼的音乐其实对后壁的人影响吼无大。啥无大，因为伊足侪创作，伊一寡什么和弦，什么回事，伊家己想象的，所以变成含原来乐理无啥共款。譬如讲，伊用一个人的名，从这个名怎变成一个和弦安尼，所以人讲这个足怪，是讲伊到尾咧创咧做曲的时候，当时伊听到一寡怪的声，是听到幻听吼，这天使的声，伊就将迄声甲做一个音乐安，所以伊的影响其实是相对来讲较少的。不过伊的创，伊这音乐吼。他们讲，因为安尼表现出来，含一般伫迄个时阵浪漫时期人，佮怎因为安尼无啥共款，吼。当伊伫迄个时阵其实是吼，这个时阵因为伊夹起来，好，我就翕相啦，创啥货安尼，吼，有诶无变一大堆啦，吼。叫变呢，尾啊开始吼，这个照结束啊，开始就出现这代志啊，吼。我一寡反正嘛是做这个艺术创作，我人讲吼，你若夹起来是有啥物想法哦，紧。打草稿紧写下来，无你即马无伊就无呀，趁钱有紧写下来吼，以后较慢慢一个来就对啊，吼。伊尾仔就是吼，尾仔伊就忧郁嘛吼。我讲诶，因为伊尾仔就是有去用放火头壳挖一坑，吼，咧怎啊吼，尾仔怎啊严重，尾仔因为伊这闹伤着吼，家己袂当食饭，吼。人讲是节食，其实伊是连食饭都袂晓，尾仔怎啊死伫即个精神病院，吼。所以伊咧确定伊个。刚刚咱拄仔讲的迄个viên哥两个拢有带去去带精神病院吼，这有一出电影啦吼，叫《情恋克拉拉》，就是咧讲这是舒曼，迄个时阵其实佫有一个帅哥啦吼，叫做布拉姆斯啦吼，布拉姆斯尾来爱着这个克拉拉，这段故事咱就跳过啊啦吼。佫另外一个吼，这贝多芬这贝多芬啦吼，这贝多芬老实讲吼，伊细汉的时，伊伫这个。环境就无讲介好势，佮伊得到这个天花，所以伊面啊一气吼，伊就较自卑安尼吼。其实因兜的人足侪人拢有这个精神的破病啦。一直今年这妈妈死去了吼，伊捌忧郁吼，忧郁甲完全吼，袂当行出门袂当做啥物代志，完全袂使吼。伊尾因为用喝酒来互家己心情好吼。对这个1801年开始吼，伊开始有一寡吼。毋是困袂去就走出去，走出去吼，伊若听到啥物声，吼，伊就开始甲变做音乐安尼吼，伊若迄阵夹起来吼，那医院咧看伊是较轻型的，即个走较无像即个舒曼较严重安尼啦，吼，伊伫即个1802年到1804年的时候，伊开始即个咱知影伊开始耳康无好，其实伊耳康无好，即摆来甲看的原因，因为伊迄阵伊有迄个，伊阵因为伊可能有梅毒，梅毒吼，迄个时阵流行食迄个药啊吼，内底有水银呐。吼，这水银吼，你若读过，你若讲过，伊个电位是2价，吼 ，Hg2，这2价吼，伊含个钙离子对互相排斥，所以伊会影响到伊这个神经，所以伊慢慢听无，就是伊食足侪迄种水银要治疗伊这个梅毒安尼吼，愈食叫吼，结果这个耳红啊吼，愈无听伊，到尾啊吼，伊是这个。1804年吼，伊就写遗嘱讲伊要死安尼，伊写互3个人，因为家己无结婚，写一个伊的外甥啊，伊想讲伊一寡物件要放互伊安尼，了，我尾仔因为伊无死啦，死无成，死无成了开始佫，伫这1801开始好，开始佫安尼佫冲起来吼，
哇，愈做，好，啊，伫这个1808年，因为伊心情无，伊走来住伫遮啦，吼。这条河，这是伫维也纳，吼。你若有去维也纳，这维也纳这边仔外口这吼，这叫做维也纳森林啦，哦，啊，这条叫做多瑙河，哦，啊，伊就伫这个山边，吼，差不多类似呐，这台北市哦，这差不多伫迄个北投遐，啊，你住伫这个所在吼，来写这个天然交响曲，因为遐较静啊，住伫遐，吼。啊，伊伫这个时阵，伊尾啊，伊到吼，其实因为伊离咱即马较久啦，吼，因为我都讲的范古年1890年死，啊，伊离较久，所以一寡物件较无。不过，若照即摆咧研究，伊有足侪身躯的破病，这其实就是拢和梅毒有关系啦，吼，拢和梅毒有关系。啊，所以到尾啊，伊耳啊啦、身躯啦，啥拢有问题安尼吼。啊，尾啊伊死去了，这是伊的梦啦，吼。这其实我是真去人的梦啦，我想死伫对，我人爱去看吼，因为我吼我梦啊报甲，因为有想讲我遮有名的人啊，吼啊伊倒伫遐袂紧张，啊咱来遐咪是一场安尼吼，嘿，啊我拢做伊长期梦呢，啊。迄维也纳足趣味的吼，维也纳因的迄个公立的即个梦园吼，音乐家一区，啊，什物政治家一区，啊，什物老师一区，啊，一区是拢音乐家一区啦，吼，啊，所以你若伫即区来看，你就知影上较伟大。这上头前即个吼，这是莫扎特，吼，啊，莫扎特无代伫遮，因为莫扎特迄阵无钱，莫扎特是去用等伫一个犹太人的梦内底，吼，遐搁做一个纪念碑啦，吼，我是无翕迄个。我有去啊，无互大家看啊。这贝多芬就是遮吼，这乐圣吼，啊边啊，这个啥物人吼，这个吼，这个布拉姆斯啦，嘿吼，所以人讲三 B 嘛吼，这其中一个吼，啊巴哈毋是代理这个遮啦对啊吼，所以这吼，这我啦吼，伫因这个因的中央公墓吼，好啊，我来讲这个天然交响曲，这天然交响曲哦，其实若我碰见了，有当时我会放这条歌互大家听，这天然交响曲吼，伊迄条歌就是安尼，伊迄条歌一开始吼，就是。伊就是春夏秋冬啦，吼，你若讲春夏秋冬，啊，伊伫即个春天的时候，伊就敢若有一条河吼，啊，对，啊用迄个小提琴摆仔恁吼，一支摆仔恁啊，表示对河细条，啊，一直流来，啊，到尾啊，吼，安尼所有乐器拢入来，敢变一条足大条的河，吼，你若有机会去听，啊，所以就讲，哇，啊，即条你若个听这个天然交响，你感觉讲，哦，这个风景有够水的，啊，一条河足大条的安尼吼。吼，感觉伊即个吼，安尼伫即个小溪潺潺啊，到尾安尼吼，安尼敢伫落安尼吼，啊，其实吼，实际上，迄个小溪是即条啦，嘿，你逐个水看，这有一条水管吼，安尼伫咧，即条叫做贝多芬小径，吼，迄就是正伫迄个川叫贝多芬，伊就是伫遮是做这天然交响曲，所以迄个底的河，你嘛叫偌大条，上大条就即条尔，即条水沟啊，啊，伊迄阵因为小可有迄种。走的现象吼，所以伊暗时若困袂去走出来咧落雨的时，甚至水滴伫树遐，现在对来讲拢会变成一种音乐，吼，爱着从遮甲合作一条曲安尼，啊，春夏秋冬啊，个单雷公啦，啥物有诶无诶啦，吼，啊，吼，啊，所以这就是啊，嘛好甲再讲，伊就有即个吼，即个双极症吼，啊，所以有法度创造即种和别人较无共款的音乐安尼，吼，啊，这就是伊捌伫遮写遗书迄个所在啦，吼，这个吼，这叫写一个贝多芬咯。这德文啊，这应该是厝的意思啦，吼，啊这边是空空落干啦，伊死去的面安尼啦，吼，伊的死亡的是迄个时阵的形安尼，啊，所以发现其实是变作散的，和咱印象中迄种吼贝多芬迄个无啥共款，吼，伊尾也是吼，有人破病啊，尾也有人死伫这个所在，吼，好，啊，咱即马过来，多来传声功能，咱来讲这个斯基洛菲尼亚哈，这个思觉失调症哈，一般咱多咧讲的迄个双极症是。心情的病，啊，像咱要讲是思考的病，吼，啊，思考的病一般来讲就是有一种足怪的想法，吼，啊是这个 logic 会有错误啦，吼，啊，而且伊功能会一直退化呢啦，吼，啊，什么叫做 logic error 啦，吼，我记一个足简单的例啦，吼，阮咧患者吼，若病较好吼，阮拢会互带伫迄个叫做 day care，就是日时来病院。啊，暗时等下安尼吼，你是来病参加活动，啊来阮来安排一寡吼，啊有诶做手工，啊有诶做清洁，啊会有一寡代志做，啊有一寡简单诶钱互伊。啊有一个患者，伊就是负责扫地安尼对啦吼。啊尾阮咧讨论讲，哦，叫迄区吼，迄个人负责拢扫无清气吼。啊就讲，啊现在扫无清气，我逐个看到安尼扫甲安尼大来光细来光，还扫无清气啦。啊有时我就注意起来看，哎哦，伊扫地和人扫诶佫无共吼，迄吼，歹势啊，甲说这扫帚啦吼，我最后讲，你这扫帚咧扫吼，跟咱含涂骹无接触啦，
拢安尼离差不多2公分啦。我奇怪，你这无扫到涂骹，离差不多要3公分，你要扛较低就扛个，讲无，我你啥物安尼扫？你听好无？伊讲吼，我若甲空中的垃圾扫清气，涂骹就袂垃圾啊。安尼敢对？安尼敢对？哈，安尼对嘛？空中的扫清气。吼，空中的营养扫条涂骹就袂垃圾，我远安对，我讲有诶是脏啊落落来，你下骹有咱扫扫的啦，嘿，安尼，迄个叫做吼 logic error 啦，吼，迄个逻辑会有问题，吼，伊有当无啥物怪的想法就是会安尼，吼，所以伊主要是伊即个想法，即个逻辑，个吼，伊功能会伫退化。咱拄仔咧讲的迄个双极症吼，理论上伊夹起来了也好去，所以你看舒曼伊夹起来了，伊个当转来时，个当做较好的曲。如果若是即个斯基洛菲尼亚可能就无法度啊，吼，一直退化去安尼，吼。这主要就是讲，若即摆咧研究是主要是咱这神经啦，吼。这有一种物件化物件叫做多巴胺啦，吼。这若伤济的时候，人就一寡幻听，就是听到迄声，无看到迄个人，吼，会有这种。当然有这个幻听，这个 auditory hallucination， 吼，这伫什么病拢有可能。伊主要就是有这个奇怪这个想法，吼，讲人要甲嗨，吼，是讲，吼，讲人要甲嗨。吼，你像讲，你看，若有一支吼，若我今日乱，我感觉有人咧甲我注意吼，你看，我有问题无？吼，我毋是遐我吼，你我后边也找人我咧甲注意，有可能啦。那我看我还袂遐大咖啦，吼，是讲吼，譬如讲，吼，从你我讲吼，你看吼，即摆，迄两个同学咧用手机有无？因即摆就是要通知讲吼。我讲我判话要叫警察来甲我抓啦，吼，应该毋是啦，吼，你伊毋是咧写我判代志啦，吼，毋是嘛对啊，不过我安尼想吼，就是共款迄个代志，我解读就怪呀，迄个叫做吼，迄个 delusion 叫做妄想啊，吼，这就是这所以若是讲有这个斯基洛菲尼亚病人，就是讲人一般人会判断正确的，伊就。会甲想做是歹，家己就安尼，即个伊的思考会出问题，吼，迄个是思考会破病安尼，吼，即种一般来讲，若用药物治疗，效果原来袂歹，吼，咱来介绍几个啊，即几个是无啥物贡献啦，吼，我是新闻闹介大啦，吼，这是已经有一段时间啦，吼，即个帮伊录即个破流生即个代志，吼，可能咱遮有人读帮伊录的无？敢有？你这无啊？吼，你问帮伊录的，因老师拢会甲因讲吼，讲你即摆若要放学吼，若到校门口若看到人灌迄水桶的吼，爱向较边仔咧就对啊，嘿啊。